各位朋友大家好啦。好，長話短説，我都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三樣東西啦。第一樣嘢就係、我覺得最重要呢樣嘢就係、今日天氣係凍咗好多。咁但係我都見到啲朋友係仲係着緊短衫短褲，咁都希望各位着多幾件衫保重身體，因為身體係最緊要。咁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其實而家我哋未來嘅方向，或者係而家可以做啲乜嘢呢？咁其實我估之前都有朋友講過就係、我哋下一步嘅方向，或者而家必須要做嘅東西就係佔領以外，我哋要爭取市民嘅支持，爭取市民對於我哋嘅理解，爭取市民對於我哋嘅同情，令到更加多嘅香港人係可以企喺爭取民主，或者係企喺雨傘運動呢一邊，而唔係俾周融或者係俾政府成功咁樣妖魔化，或者係可以抹黑我哋。咁所以我哋而家會做嘅嘢就係希望可以下一步。可以喺唔同嘅地區、唔同嘅社區嗰度做一啲地區嘅工作，做一啲社區嘅工作。周融每一日，之前周融每一日擺900個街站，我哋就參與佔領運動嘅市民嘅學生一齊走返入社區，同埋市民講點解我哋會願意公民抗命，點解我哋會願意付出抗命嘅代價，點解我哋會願意瞓街，點解我哋會願意咁辛苦。去付出咁多嘅東西，我哋大家都覺得自己做緊嘢係啱嘅，自己做緊嘅嘢係正確嘅。咁我哋就出去同埋唔同嘅市民解釋我哋嘅理念，就出去同埋唔同嘅市民去講點解我哋要咁樣做，唔好俾周融嘅咩破壞法治啊、破壞香港經濟啊、阻住人揾食啊呢啲洗晒佢哋腦。我哋要爭取翻市民對於我哋嘅同情。爭取翻市民對我哋支持，先至可以令到呢場民主運動繼續走落去，先至令到雨傘運動可以儲咗或者可以累積咗嘅政治能量喺唔同嘅社區，除咗喺3個佔領區，除咗喺旺角，除咗喺金鐘，除咗喺銅鑼灣之餘，仲可以喺唔同嘅地區嗰度，令到啲香港人知道我哋做緊啲乜嘢。咁所以如果係認同社區宣傳係重要，認同要同啲街坊傾偈，要認同要擺唔同嘅街站，去向街坊、去向市民宣傳嘅理念嘅話，都邀請大家一齊行多一步。邀請大家可能嚟緊2個禮拜，每一日或者係1個禮拜一日花多4個鐘時間，一齊去做街站，一齊去揾唔同嘅街坊去傾偈，一齊去探訪一啲可能受到佔領運動影響嘅小店，去同我哋解釋，或者去氹下佢哋，或者係親身去講一講點解我哋會咁樣做。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參與社區宣傳工作，或者係覺得社區宣傳工作係重要嘅，都可以去翻學聯個 Facebook page， 或者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嗰度有一個 post 係講呢個我哋社區宣傳嘅工作。咁入邊有一個 Google document， 我哋係會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同我哋一齊做，一齊走入社區做呢一個宣傳嘅行動。咁第3樣嘢想講嘅就係，大家都知道呢幾日就法庭就傳出咗呢一個禁制令，唔係傳出咗，係法庭頒布咗呢個禁制令，同埋政府有呢一個清場嘅可能性，或者清場嘅預備。咁對於禁制令，我哋嘅立場就係，政府佢唔去解決呢一個政治問題，政府佢唔去解決呢一個由佢一手一腳搞出嚟嘅政治風波，去解決呢個政治危機，反而係用一啲親建制嘅團體提出民事訴訟，將成個政治責任交俾法庭去卸膊，去用法庭嚟做擋箭牌，希望就係話我哋唔遵守禁制令，就係話破壞法治。但我哋要重新，或者我哋重新諗一諗，點解要公民抗命？點解會參與公民抗命或者係違法嘅行為？就係因為我哋覺得現存嘅所有方法都不宜撼動呢一個政權，或者都不宜改變而家呢個制度，包括係遊行，包括係集會，包括係簽名運動。我哋做咗30年，先至要有今日呢個咁大嘅公民抗命行動。我哋做嘅嘢係有呢一個嘅根據，亦都係有呢一個道德基礎，就係我哋要一個更好嘅制度，就係要一個
每一位香港人，唔單單係李嘉誠，唔單單係陳茂波，唔單單係陳健波，唔單單係梁振英，而係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享有平等嘅政治權利，可以享有一個平等嘅政治制度。呢個係我哋點解要出嚟公民抗命嘅意義。而公民抗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就係我哋好清楚知道，我哋做緊一啲違法嘅行為，我哋係用違反某一啲法律，希望可以癱瘓社會部分嘅秩序，繼而係用一啲可能被捕或者係被檢控，甚至係將來被法庭判去坐監，去令到更加多嘅香港人去覺醒，用一個犧牲嘅精神去令到更加多嘅香港人係企喺我哋喺呢一邊。咁所以公民抗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你會好清楚知道自己違法，好清楚知道自己犯緊法之餘，你係會主動接受警方嘅拘捕，或者你會主動接受將來法庭嘅裁決。咁所以即使有個禁制令喺度，我哋係唔遵從，或者係我哋唔設場，唔代表呢個係唔遵守法治，唔代表呢一個唔係公民抗命。因為如果佢出咗禁制令，有執達吏過嚟執法，甚至係有警隊過嚟執法嘅話，佢可以將我哋拘捕，可以將我哋送去法庭，可以帶我哋去法庭個審判。我哋會同法庭咁樣講明，我哋好清楚自己做緊啲乜嘢，我哋好清楚呢個係一個公民抗命行動，而法庭作出嘅判決、作出嘅懲罰，我哋係會主動去承受，而且我哋都唔會話呢個係一個不公嘅判決，呢個係一個唔適當嘅判決，因為我哋好清楚知道公民抗命就係要承擔相關嘅法律後果，承擔相關嘅法律責任。咁所以有朋友問到，或者好多記者朋友呢幾日都問到，究竟我哋去到清場嘅時候，我哋會咁樣做，會點樣做？會唔會走，還是會點樣？好簡單，雨傘運動由衝入公民廣場開始，衝入公民廣場係一個抗命嘅行動，係一個違法嘅行動，我哋已經俾人拉咗一次。而雨傘運動嘅開始，亦都係一個公民抗命嘅行動，亦都絕對係一個抗命嘅行為。所以我哋好清楚知道呢一個係一個公民抗命，而公民抗命我啱啱都講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就係在於你要承擔相關嘅責任。公民抗命要承擔相關嘅法律責任或者係法律後果。咁所以喺清場嘅時候，我哋係絕對唔會走。學聯或者學民思潮同埋其他團體都一定唔會用自己嘅雙腳走。如果佢要清場，就將我哋拘捕，將我哋帶走。我哋係會主動接受警方嘅拘捕，我哋係唔會反抗，我哋係唔會反抗，亦都係唔會反擊，因為被捕將來喺法庭度做另一輪嘅抗辯，亦都係公民抗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意義。有啲朋友可能會問：喂，俾人拉好傻喎，俾人拉好懵喎，真係對唔住，我絕對不能夠同意呢一個講法，因為我哋好清楚知道喺建制派抹黑我哋法治、違反法治、破壞法治嘅背後嘅同時，我哋還擊嘅理據就係我哋好清楚知道呢個係一個公民抗命嘅行動。我哋好清楚知道公民抗命不單止唔係衝擊法治，反而係維護法治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因為法治最核心嘅意義就係保障人嘅權利，保障我哋嘅基本權利、政治權利，當然就係其中一種我哋要保障、我哋要爭取嘅權利。所以喺爭取政治權利嘅同時，我哋好清楚知道如果我哋要保障香港嘅法治精神，保障香港人一路珍而重之嘅法治精神，喺參與一場咁大型嘅抗命行動，被捕或者係主動接受法律嘅懲罰，係必須要去付出，係必須要去付出。抗命就係要付出代價，抗爭就係要付出代價。公民抗命嘅其中一個核心就係要付出代價，或者承擔相關嘅法律意義，或者承擔相關嘅法律責任。爭取民主從來都唔係兒戲，爭取民主從來都唔係冇犧牲或者係唔付出。公民抗命就係我哋而家爭取民主其中好重要嘅一環。所以好簡單，我哋個立場好清晰。當警方過嚟執法、警方過嚟清場嘅時候，我哋絕對唔會用雙腳離開，
絕對唔會用自己嘅腳離開金鐘，或者離開旺角，或者離開銅鑼灣。我哋會完成公民抗命其中好核心嘅元素，就係主動接受警方嘅拘捕。所以都呼籲各位曾經參加過抗命嘅朋友，如果你能夠承擔相關嘅法律責任，我哋就一齊主動接受警方嘅拘捕，主動接受公民抗命要承擔嘅法律意義。咁當然呢一個係每一個人嘅個人選擇，我哋都會尊重每一位嘅個人選擇。但係我或者係其他學聯嘅朋友，一定係會陪大家坐到最後一刻，直到被捕，直到被抬上警車，直到去接受法庭嘅審判一刻。咁我今日即係講嘅係呢幾多，最後都要講一句就係話，我企上呢度一陣，都覺得真係非常之凍，大家都真係要，我見到都有啲朋友係着緊短袖衫或者短褲，所以真係要着多件衫，只會越嚟越凍。係。唔該晒 Lester。我一路聽住嘅時候，我就醒起有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咧 ，Rosa Parks 響